大家好，我係 Kelvin 啊。上次去南丫島由榕樹灣行去索罟灣嘅路線，今次試下由香港仔坐街島去南丫島毛達灣。目的地呢就係上菱角山睇下啲有趣嘅怪石。坐街島入嚟更接近山水，感覺更寫意。大約50分鐘嘅行程呢，就去到嗰個碼頭上岸㗎喇。上咗岸之後呢，就沿住沙灘行去中間位置，有間名字叫聲浪餐廳，旁邊有條樓梯行上去，沿途經過毛達新村同一條林蔭小徑。向住石排灣嘅方向行到一個公廁嘅位置呢，見到路牌指示就可以開始上山。上菱角山有兩條路可以上去，一條喺索罟灣經陰靈坳上去，條路慢慢上斜係比較易行嘅。今次由毛達灣行上去條路線比較辛苦，喺網上睇過片段介紹，要行條1100級樓梯，沿住一路直上，開始挑戰下自己嘅體能。雖然依家太陽唔係好猛烈，都要小心會中暑。一路行，附近睇下風景。開始上到高啲嘅位置，屋仔變到好細間。慢慢行，影下相，沿住啲鐵欄就上到嚟750級樓梯啦。真係氣喘，有啲吃力。下邊係石排灣同右邊深灣。夏天行要做足防曬嘅準備。依家嘅風勢唔係好大，但係就比較炎熱啦。美麗海灣喺呢邊上嚟，風景係比較靚啲嘅。上到接近1000級，望返上去已經見到啲大石頭。行到上頂啦，首先見到係一個好出名嘅打卡點。離遠見到呢嚿石頭個形狀呢，就好似隻狗仔，又叫佢做貴婦狗或者英文 Poodle。呢隻黑鷹呢喺度盤旋飛到好近，可能係佢嘅巢穴範圍。行右邊呢就係一啲石室，不過就行過咗龍啦。再行見到呢嚿石頭嘅形狀呢，就好似卡通公仔史諾比個頭咁樣嘅。呢隻花面貓都幾得意噶。跟住上去就係電信發射站。而家淨係橫過發射站。呢條都係簡單易行、多靚景睇嘅郊遊路徑。過咗發射站就見到個大涼亭，攰嘅可以喺度休息同埋飲下水。前面左邊見到一個心形石頭，可以喺側邊慢慢行入去打卡嘅。
行到菱角山250米嘅標高處，呢度係山嘅最高位置，好多奇形怪石散落山坡。右邊見到幾塊石頭搭埋一齊，個頭伸出嚟好似烏龜形狀嘅叫靈龜石。左邊見到舊石頭有兩隻手形狀嘅叫鬼爪石。落到嚟十字路口，呢度叫陰靈坳，見到路牌指示可以去東澳、石排灣唔同嘅地方。涼亭旁邊有條山路，如果由索罟灣上嚟，可以由呢邊上返去菱角山，而對面係菱角亭，行上去睇下。呢度可以行去山地堂嘅方向啊。嗰邊嘅路線呢就比較複雜，更加難行嘅。呢塊似豬又似大象嘅石頭，好似俾劍劈開嘅，叫試劍石。行到攰又可以坐低睇下風景。呢度有好多石頭，大家可以行山發掘同想像下。對面山最遠嗰個發射站呢，就係頭先落嚟嗰個地方啦。呢個哥哥影相幾有氣勢喎。打完卡就落返涼亭下山，啲人就開始四散啦。仲有一嚿見到叫三文魚扒石，惟肖惟妙，都幾似喎。講起呢，又有啲肚餓。跟住就落石級，見到魚排就行去天后宮嘅方向。落到嚟索罟灣地面，經過一排海鮮酒家同埋食肆，可以喺度食下嘢。我就睇下啲船員表，坐船出返去啦。依家正正係黃昏日落嘅時間，影返張相就完成今次睇石嘅旅程啦。另外，坐落南丫島蛇徑有20年歷史嘅風力發電站，完成任務後會喺2026年中拆卸。有興趣入嚟南丫島玩，要趕快前往同風車影相留念。嚟到風采發電站，大家可近距離睇下佢嘅運作。呢度設有展覽資訊場地，又可以登上附近涼亭，欣賞四周嘅景色。風車將會喺歷史巨輪下走進尾聲，風中告別，